2022年10月29號，韓國首爾梨泰院區逼滿咗慶祝萬聖節嘅人潮。呢個係自疫情爆發以嚟第一個唔使喺室外戴口罩嘅萬聖節，所有人都好興奮。但去到當晚，有159人離世。South Korea declaring a national period of mourning after a deadly crowd surge. 160 young people were killed when they got trapped in an overcrowded alleyway in Seoul as they celebrated Halloween. 梨泰院嘅慘劇並唔係一場離奇嘅意外，佢唔係一群恐慌嘅人所突然引發嘅人踩人。呢場慘劇嘅根本係由惡劣嘅城市設計同政府管治徹底失效所造成嘅必然結果。要明白點解159人只係行下街就會冇咗條命，我哋就要拆解一下呢種致命擠壓到底係點樣形成嘅。呢場災難並唔係發生喺成個社區，佢只係局限喺一個特定嘅地點。梨泰院出名夜生活，佢建於一個山坡之上，山腳係一條大馬路，山頂就係一條開滿餐廳同酒吧嘅繁忙街道。要由大馬路行去酒吧區，你必須要行經幾條狹窄嘅冷巷。最受歡迎嗰條巷就正係位於著名嘅漢密爾頓酒店隔離，佢直接連住梨泰院地鐵站1號出口。當啲人一出地鐵，呢條巷就係去 party 最快嘅捷徑。但係呢條巷其實係一個地理陷阱。第一，佢非常之短，全長大概只有40米。第二，佢窄得好危險，最窄嘅位置只有3.2米闊，大概係10尺左右。呢個闊度勉強可以俾一架細車經過，更何況係成千上萬嘅人。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佢係一個斜路。呢條巷向下傾斜大概有10% 嘅坡度。喺平日呢種斜度同闊度根本唔係問題，但係喺萬聖節嗰晚，呢條巷變成咗一個極度危險嘅樽頸位。有幾萬人想由地鐵站行上山，同時又有幾萬人想由酒吧區行落山。佢哋全部都擠壓喺呢一個得10尺闊嘅空間入邊。要明白點解咁樣會攞命，我哋就要了解下人群嘅運作原理。當你行緊一條繁忙嘅街道，通常每平方米有1至2個人。你可以用正常速度行路，你可以停低、轉身、綁鞋帶，你嘅行動完全唔會受到限制。當人群達到每平方米3至4個人，情況就會變得唔舒服。你可能會同人撞膊頭。你必須行慢啲，但你依然可以自己決定點樣行。當人群達到每平方米6至7個人，危險就開始啦。喺呢個密度會發生一個好恐怖嘅變化，人群唔再係一群獨立嘅人，相反成個人群就好似變咗液體一樣。去到每平方米7個人，你已經舉唔起手，你轉唔到身。如果人群向前喐，你就會跟住向前喐，你會被捲入去人潮組成嘅洪流入邊。喺人群擠壓入邊，根本就冇人喐得到。人群擠壓嘅死因好少係因為被踩，啲人唔係因為俾人踩死，而係死於一種叫做壓迫性窒息嘅現象。當幾千人被緊緊塞入梨泰院冷巷呢種狹窄空間，所產生嘅物理壓力係極之巨大嘅。啲人被推向牆邊，互相擠擁。你每一次呼氣，人群就會再逼近多微小嘅一步。最終，你胸口所承受嘅壓力會大到令到你個肺喺物理上完全無法擴張。喺人群擠壓中，死者係直立企喺度死嘅，佢哋完全吸唔到一口氣。人群嘅壓力連鋼鐵欄杆都可以壓彎，人類嘅肋骨根本毫無招架之力。因為人群已經變得好似流體咁，只要有一個人跌低，周圍嘅人就會瞬間湧入去填補嗰個空位，咁樣會喺人群入邊激起一股連鎖反應，形成一股幾千磅嘅衝擊波向前猛推。梨泰院慘劇最令人心痛嘅地方係佢並唔係突然間發生嘅，佢係一個慢慢累積嘅過程，而且喺出事死人嗰幾個鐘頭前，警方已經收到警告。下晝6點34分，即係事件發生前近4個鐘，警方收到一個報案電話，報案人就企喺漢密爾頓酒店隔離嗰條巷入邊。報案人好明確咁樣同接線生講，條巷實在太多人，有人跌倒，佢覺得佢哋就快俾人壓死。報案人明確咁樣要求警方到場控制人流。夜晚8點09分，又有另一個電話，報案人話有人被推撞同埋跌倒，而且現場實在太多人。8點33分又有電話，8點53分又有電話，9點正
又有電話。成個夜晚有11個唔同嘅緊急求救電話係由嗰個特定區域打出嚟嘅。報案人反覆用壓死、恐慌同緊急呢啲字眼，佢哋俾緊實時嘅情況俾當局，話俾佢哋知一場災難就喺眼前發生緊。但係接線生以為呢啲只係萬聖節嘅普通噪音，佢哋以為只係啲人喺度抱怨個 party 太擠擁。當局冇意識到人群嘅密度已經越過咗極度危險嘅界線，佢哋有實時嘅情報，但係冇採取行動。去到夜晚10點，條巷已經完全塞死，密度已經達到致命極限，啲人被困住咗。條巷就好似一個 T 字路口咁，喺山頂啲人想離開逼爆嘅酒吧落去地鐵站，喺山腳啲人由地鐵站出嚟想沿住條巷推上山。呢兩股巨大嘅力量就喺呢條狹窄嘅斜路中間相遇。大概夜晚10點15分，個平衡終於被打破。喺嗰個10尺闊嘅樽頸位中間某處，有人喺落斜嘅位置跣低。由於人群太過密集，佢哋完全反應唔切去穩住自己，佢哋跌低咗，旁邊嘅人失去平衡，跌咗喺佢哋上面。因為嗰10% 嘅斜度，地心吸力將人群倒塌嘅力量成倍咁放大，一股巨大嘅衝擊瞬間貫穿成條巷。幾秒鐘之內，幾百人好似骨牌咁樣向山下倒塌，成堆人就好似變成咗一體，喺斜坡上面徹底崩潰。喺人堆最底嘅人被壓喺多達7層厚嘅人體之下，上面啲人嘅重量令到底部嘅人根本冇可能透到氣。救援人員好快趕到現場，但係佢哋無能為力。當警員同救護員嘗試將人由人堆入邊拉出嚟嗰陣，佢哋根本拉唔喐。啲人俾群眾嘅壓力卡得太實，想拉一個人出嚟，感覺就好似想由一幅實心牆入邊扯一嚿磚出嚟咁難。悲劇發生之後，全世界都問咗一個簡單嘅問題：點解會冇人流管制措施嘅呢？點解冇實施單向通行？又或者點解警察冇喺條巷爆滿之前封路呢？個答案揭示咗政府喺處理公共安全上嘅漏洞。如果你舉辦一場演唱會或者遊行，佢會被視為一個有組織嘅活動，活動會有一個核心嘅主辦方，主辦方要申請許可證、請保安同埋向政府提交安全計劃書。因為有呢啲文件程序，警方好清楚自己嘅法律角色係啲乜。但係離太遠嘅萬聖節並唔係一個需要買飛嘅活動，佢冇核心嘅主辦方，佢只係幾萬個獨立嘅個體決定喺同一晚去同一個社區。因為呢一個係無組織嘅聚會，當地政府同警方都覺得自己冇法律責任去設立人流管制措施，佢哋冇一份針對自發性人群嘅災難應變手冊。官僚機構因為缺乏文件程序而陷入癱瘓，被派去現場嘅警察主要只係集中精力去捉吸毒者同埋制止打交，而唔係監察人群密度。佢哋將一場緊急危機當成咗一個普通嘅執法問題去處理。呢場悲劇之所以會發生，係因為官僚制度嘅癱瘓。面對絕望嘅求救，當局依然無動於衷，直到一切已經太遲。多謝收睇。